明假期，今次帶大家展開一場春日限定嘅貴州湘西深度遊，同我哋一齊穿越24000畝櫻花海，探訪苗族秘境，仲有鳳凰古城嘅浪漫夜色。從香港西九龍站搭高鐵5小時直達貴陽，開啟漫遊之旅。打卡地標甲秀樓，行青雲市集，感受傳統同現代交融。晚餐品嘗正宗酸湯魚，酸辣鮮香，瞬間打開味蕾。連住3晚中天海悅酒店，奢華空間比旅程更簡易。第一，全球最大櫻花基地如粉色雲海盛放，乘坐觀光車漫遊花海，彷彿墜入春日童話。晚餐體驗田上田精品田菜，體驗舌尖上嘅民族智慧。第3日，亞洲第一瀑奔騰直下，雷鳴水霧震撼心靈，雙程扶梯加環保車無障礙遊覽，輕鬆擁抱自然奇觀。第4日，大小7孔碧水魚肉，68級瀑布群積就綠野仙蹤。第5日，深入西江千戶苗寨，千棟吊腳樓鋪滿山路，晚宴體驗苗族掌台宴，高山流水敬酒歌，熱情奔放。特別安排換上苗服漫遊，銀色叮當融入民族風情。登觀景台賞夜景，星辰與燈火交織成流動銀河。第6日，賓縣古鎮舞陽河畔，明代徽派建築依山傍水，夜宿梵淨山腳，為明日登山養精蓄銳。第7日，乘纜車登頂梵淨山，雲海中武陵主峰遠如仙境，入住鳳凰溫德姆酒店泡溫泉，洗去旅途疲憊。第8必河，背後漫遊鳳凰古城、吊腳樓、倒影沱江，如詩如畫，帶住滿載回憶踏上歸家之路。催明假期，貴州湘西櫻花季8日遊，春季限定連遊2省，深度純玩冇購物，保證出發日期2026年3月17號、18號、19號、21號、23號，快啲約定伙伴，捕捉轉瞬即逝嘅春日浪漫啦！